这场交通安全的游行，3个总统参选人甲郭台铭拢去参加。路程着讲目标要摒204行人零死亡，因若校友义化要脱离行人地价的臭名。国民党是批评政府乌白开钱，改善交通煞拢无效果。因若郭台铭是呼吁大家，骑车驶车都要培养停、看、听，让过路人先过的惯势。 卢大虎国党总统参选人应邀出席行路有民游行活动，提出道路安全政策。民进党热情地强调，会秉持以人为本、智慧科技两大原则，也提出3大承诺，希望达成2045年行人零死亡的目标。预计在2030年将死亡能够降低50%，到2040年的时候，结合社会各界的力量。 能够达到零死亡这样的目标。民众党高本体批评政府面对问题最大一方法拢是压钱，道路交通安全不应该当作口号。面对问题以后，当今政府也不可能不做事，只是说他们的方法从来就是傻逼的。推动那个第13期道安方案花了12亿，这个钱花下去以后车祸死亡人数反而比 执行之前还高啊！国民党侯友宜表示，台湾的交通安全挑战是真大，呼吁找回行人的尊严甲快乐。红海创办人郭台铭是家己散步，差点让大架车弄到围里，呼吁开车的人养成停、看、听的习惯。在这个状况底下，不要忘了，我们必须要车让人，强让弱，这是天经地义的，还给下一代，找回行人的尊严跟快乐。 人行走斑马线的时候，我要劝所有的，不管你是开车的、开公车的或骑车的，一定要停看。大安政策台顶大比拼，新法度得到认同，等待选民的检验。郭台铭啊，澄清，不管邀请侯友宜也是郭文铁林嘉宾，也是要辩论，拢是希望团结对外，更加以此局牵涉美中甲经济。 搁再向郭文铁发话，实事不假为政见，比看作为，以往无放弃两人合作机会。记者综合报道。